天气真冷，真侪民众早顿是啉烧火火的豆冷，针对着气温常常落降，前气象局长戴明典讲，这是早线摆食的规定，讲这是常常发生的寒潮爆发的天气形态。烧豆冷一直出现，还有小小的包仔囝，强烈的冷气团一直来，各地的冷气机食烧的，大家拢介意。 这真的好冷哦！我们点那个混浆，对，蛮好喝的。因为跟我们要去户外嘛，所以我想说，今天天气也比较有点雨，对吧？然后就给他穿得蛮舒服的。这个游客真热情，就算太平山温泉区伫中昼的时，气温已经降到差不多12度尔，依然有真侪人。 来到宜兰太平山追雪前，不少游客第一站会先来到山下的鸠之泽温泉区，煮蛋呢，或是玉米，或是泡泡温泉，暖和身子。 这摆强烈冷气团唔拿带来低温，前气象局长郑明典佫伫面册讲，透过580拍高度场预报，观察到早线摆晴现象，也就是冷空气落南的过程受到高原地形的阻挡，这个早线表现出东西向。随着冷空气驶过高原地形加速往南的时，就会变成典型的东北透西南，因为冷空气快速的往南，受影响的所在气温变化真紧，时高会真寒。 冷高压快速往南，在受到它影响的地方，感觉就是气温的变化比较快啊，对，好像冷空气突然间本来被挡着，然后突然间就下来，所以有这个名词叫做寒潮爆发。郑明典表示讲，寒潮爆发的定义，除了气温向降低，嘛都要达到寒流的标准。这摆强烈大陆冷气团一日来，气温继续降低，咱乡亲真正穿有伤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